長嘅最終章啊，我哋嚟到，我哋咧成長咧會得到好多事啦，咁所有嘢咧都其實唔會白費嘅，即係可能大家會覺得，咦我唔係好想經歷呢啲挫敗。咁首先有樣好殘酷嘅嘢啦，就係成長一定有呢啲挫敗喺入邊。咁但係呢啲挫敗，我自己覺得大家唔可以淨係睇佢壞嗰一面咯。其實每一件事，相信都有啲養分可以吸收到嘅，大家。即係雖然我係個悲觀主義者啦，咁但係有啲嘢我睇到好差嘅時候，其實反而件事發生完之後，冇我想象中咁差喎，我反而又會覺得開心啲啦。同埋我亦都會覺得，咦發生差咗，咁我預咗嘅喎，咁我不如睇下我下次點樣可以令到呢件事唔好再發生啦。咁先令到佢有意義同有價值咯。因為呢一件事令到我有啲睇法，有啲得着，同埋佢亦都會變成咗我嘅回憶，即係以後都陪住我。咁而回憶就係可以陪自己好耐好耐好耐嘅嘢，就唔同夢境。夢境可能過幾日就唔記得咗，咁但係有啲回憶可能好刻骨銘心嘅，大家一定會記得嘅。咁我自己呢幾日做 Growth 呢個 concert 啦，我就諗翻起2019年自己開第一個 mini concert 嗰陣時就冇得一隻自己嘅歌啦，然之後係唱好多 cover 嘅歌啦，跟住就去到24年啦，24年自己就終於實現咗自己嘅一個目標，就係成為咗一個唱作歌手啦。咁24年亦都唱咗好多自己寫嘅作品。咁但係其實2019年嘅時候，或者甚至係參加完全民造星啊，準備出道嘅時候，其實我就有訂立咗一個目標俾自己，就係希望將來可以開到一個演唱會，而入邊全部演唱嘅都係自己創作嘅作品。咁去到今日2026年嘅歌演唱會，終於實現到呢件事。所以想話俾大家聽嘅就係訂立咗一啲目標，唔好放棄。你可能未機會喺短短2-3年入邊見到佢有啲事情發生，或者係已經覺得咦我好似做到，我覺得係未必有咁快。咁而當中會經歷過好多嘅低谷啊、挫敗啊，甚至想放棄嘅 moment。咁但係其實我相信大家只要一路堅持落去，終有一日你哋嘅目標都一定會達成到。因為我自己我都係一個普通人，咁我自己訂立俾我自己嘅目標我都達成到，所以我相信在座每一位都一定可以。咁但係都要好多謝你哋，因為你哋真係我向前行嘅動力。即係每當我真係試過有啲好想放棄嘅 moment 嘅時候，我望一望身邊，總會有好多人支持住我，就係呢一種力量一路推住我向前。咁我都希望我可以俾到呢一種力量俾你哋，一路陪伴住你哋跨過你哋嘅難關。所以大家以後都會認在。擔憂不我顧忌。
仍帶着甜美，還是多麼細膩，無辦法的別離，走不出這樂器。鬆開手中可得到快樂，分開可一起會更好嗎？想講出這偏差，聲音卻何其沙啞。事實是無去路無退路，都愛着你，現實是時與地。人與物也沒運氣，朋友不我顧忌，把終結緩緩地掀起。寂寞是無故事無意義，都愛着你，落寞是流過淚，難以被忘記。對你不起，難為了你，實實在在愛過，好勸我，怎麼講也錯在我耳朵。難敵未後悔這樣傻，貪一次無更多。事實是無去路。無退路，都愛着我。現實是時與地，人與物恐怖是錯。一起幾經跌落，難捱過人潮風波。寂寞是無故事無意義，都愛着我。落寞是完了後，無法收。Thank you，拜拜。希望大家今日都